哎呀，一個人逛街咧係最大嘅孤獨，但係喺八姑眼裏邊咧，其實係人事嚟運轉嘅前奏噃。你仔細諗下，以前為咗嗰啲所謂嘅朋友，係咪成日咧都強顏歡笑，講啲言不由衷嘅說話？而家好咧，唔使再同嗰啲虛情假意嘅人際關係裏邊打圈。日常嘅小事咧，我哋自己完全有能力處理妥當嘅噃。真係如果碰上咩大件事嘅話咧，真係能夠幫得乜嘢忙啊！我哋普通人交朋友，好多時候亦都係為咗搵個人陪，圖個熱鬧啫嘛。但係成日黐埋一齊，時間長咗，難免就會因為啲雞毛蒜皮嘅小事引起爭執噶啦。到最後咧，鬧到彼此都唔愉快，話唔定啊，等你唔順利嘅時，第一個落井下石嘅就係你嗰班所謂嘅朋友。所以咧，唔好聽人哋誇你幾句，讚你幾句，就將所有嘅家底都話晒俾人聽啦。要留個心眼啊，逢人只說三分話。同人相處嘅時候，唔好咁老實。呢啲係老天爺俾你嘅一次機遇，等你能夠靜心落嚟，好好咁思考自己該走咩嘢嘅路。所謂花香蝶自來，如果係覺得八姑講得有道理嘅，就喐下你嘅手指，點讚收藏，再轉發俾更多嘅人。八姑希望每一個人都可以時來運轉啊！